今晚行動，打雀行動。大雀韓森，中國籍男子，49歲。韓森頭馬傻強，最中意去中國城腳西多啊！我哋伙計臥底探員陳永仁，編號2749。今晚約咗泰國佬收貨，地點暫時未知。為免大家同外界通訊啊，24小時內交低你哋嘅手提電話。啱啱收到消息啊，龍鼓灘收貨，0600大家對標，出發遲咗冇問題。Sir， 我有問題。編號4179，我想問畫花埲牆要賠幾多錢啊？